Bible Story 喺拿撒勒城住咗個好心嘅女仔瑪利亞，佢喺度祈禱，心入面好平安，準備同木匠約瑟結婚。約瑟知道瑪利亞有咗 BB， 心諗嚟諗去都唔知點算，低頭喺度諗嘢，成面都係煩惱。嗰晚，神派天使喺夢入面同約瑟講，叫佢唔使驚，個天使好溫柔，仲帶住安慰嘅光。天使同約瑟講，瑪利亞個 BB 係聖靈感孕，要幫個 BB 改名叫耶穌，因為佢會救百姓脫離罪惡。約瑟醒咗之後，決定聽天使嘅說話，同瑪利亞做夫妻。佢充滿決心，要遵從神嘅計劃。瑪利亞同約瑟準備好迎接神嘅計劃，佢哋都好開心，相信神會同佢哋一齊。羅馬皇帝出命令，要全國人民返去原居地登記。個使者高高舉住卷軸，好鄭重咁宣讀呢個消息。瑪利亞同約瑟由拿撒勒出發，去到伯利恆。雖然佢哋好攰，但係互相鼓勵，堅強咁行落去。佢哋喺星光下行咗好遠嘅路。瑪利亞望住啲星，星星好似喺度為神歡呼咁。佢哋終於到咗伯利恆，但係成個城都好逼。約瑟希望揾到個地方休息下。佢哋揾過晒啲客棧，但係都係冇房。約瑟雖然失望，但係繼續揾地方住。最後，佢哋喺一個馬房度安頓低。瑪利亞覺得呢度好靜，同埋感覺到神嘅同在。嗰晚，瑪利亞準備生個仔，佢輕輕摸住個肚，心入面充滿期待同埋平安。瑪利亞生咗耶穌，輕輕攬住佢，滿面都係愛同埋喜樂。約瑟用布包住耶穌，輕輕擺喺馬槽度，心入面充滿敬畏，知道耶穌係神嘅兒子。喺伯利恆附近嘅田，有牧羊人睇住啲羊，佢哋圍住個火堆坐低，覺得今晚特別寧靜。突然間，有一位天使出現喺牧羊人面前，帶住神嘅榮光，同佢哋講唔使驚。天使同啲牧羊人講，救主喺伯利恆出世，佢哋會喺馬槽度揾到個用布包住嘅 BB。忽然間，一大班天使出現，唱住讚美神嘅歌，話榮耀歸俾至高嘅神，地上平安歸俾佢喜悅嘅人。天使走咗之後，牧羊人決定去伯利恆睇下天使講嗰啲奇妙嘅事。佢哋行得好快，心入面好期待。牧羊人揾到耶穌，牧羊人跪低拜佢，心入面知道呢個就係天使講嗰個救主。牧羊人返去之後，興奮咁同人講天使嘅消息，話救主出世啦，仲讚美神。喺遙遠嘅東方，有幾個聰明嘅博士見到天上有一粒好光嘅星，佢哋心入面好想知道呢個係咩先兆。佢哋研究啲古書，發現呢粒星預告有一位偉大嘅王喺猶太地誕生咗。佢哋決定要去揾呢個王。博士帶埋啲貴重嘅禮物，準備好長途跋涉。佢哋心入面充滿期待，要去揾新生王。博士跟住粒星行過長長嘅沙漠路，粒星好似一盞明燈，帶住佢哋行。佢哋行咗好遠，雖然好攰，但係星嘅光令佢哋充滿希望。博士嚟到耶路撒冷，問人新生嘅猶太王喺邊度。佢哋相信星星帶佢哋嚟到啱嘅地方。希律王聽到新生王嘅消息，覺得唔安樂，佢心入面驚呢個新王會威脅到佢個皇位。希律王問啲祭司同文士，知道新生王會喺伯利恆出世，因為古書係咁寫。希律王靜雞雞問博士星星出現嘅時間，叫佢哋揾到個細路之後返嚟話佢知，但係心入面卻有壞打算。博士離開耶路撒冷，粒星又出現喺天空，帶住佢哋去伯利恆。佢哋心入面充滿歡樂。粒星停喺伯利恆一間屋上面，啲博士知道新生王喺度，心入面好開心。
博士入到屋入面，見到小耶穌同瑪利亞，佢哋知道呢個就係新生王，心入面充滿敬畏。博士跪低拜耶穌，佢哋感受到神嘅同在，心入面充滿平安同歡樂。博士獻上黃金，係對王嘅禮物，佢哋好小心、好尊重咁。博士獻上乳香，代表對神嘅崇拜，佢哋好慢咁，充滿尊敬。博士獻上沒藥，表達對耶穌嘅愛，佢哋啲禮物好貴重，動作充滿誠意。博士拜見完耶穌，心入面充滿歡樂，佢哋準備返屋企，心中感謝神嘅引導。嗰晚，神喺夢入面指示啲博士唔好返去希律王嗰度，免得小耶穌有危險。博士聽神嘅指示，揀另一條路返屋企。神嘅保護令到佢哋安全離開。神派天使喺夢入面同約瑟講嘢，叫佢帶瑪利亞同耶穌逃走去埃及，因為希律王要害小耶穌。約瑟即刻準備帶住瑪利亞同小耶穌走，佢哋信神會保護佢哋遠離危險。約瑟帶住瑪利亞同小耶穌逃去埃及。神保守佢哋，令到佢哋安全遠離希律嘅威脅。希律王死咗之後，天使喺夢入面同約瑟講：帶耶穌同瑪利亞返以色列啦。約瑟醒咗之後，同瑪利亞講：天使話我哋要帶耶穌返以色列。佢哋就離開埃及，開始返以色列嘅旅程。約瑟知道亞基努喺猶太做王，佢哋驚去嗰度。天使指示佢哋去加利利，佢哋去到拿撒勒住，耶穌喺嗰度長大。耶穌喺拿撒勒長大，越嚟越強壯，又充滿智慧。耶穌中意學神嘅話語，佢嘅智慧一日一日咁成長。耶穌好乖，神同人都中意佢。耶穌12歲嗰陣，成家去耶路撒冷過逾越節。佢哋去到熱鬧嘅耶路撒冷城，大家都好興奮。佢哋敬拜神，慶祝逾越節，感謝神嘅拯救。逾越節完咗之後，約瑟同瑪利亞以為耶穌跟住啲親戚一齊走，佢哋就自己返屋企。但係佢哋發現唔見咗耶穌，佢哋好擔心。原來耶穌留咗喺聖殿，聽教師講道，仲問咗好多問題。個個教師都覺得出奇，因為耶穌只係得12歲。耶穌愛神嘅家喺度學神嘅話語。約瑟同瑪利亞到處揾耶穌，揾咗3日，卒之喺聖殿揾到耶穌。瑪利亞話：阿仔，我哋好擔心。耶穌話：點解要揾我呢？我應該喺我阿爸屋企。但係約瑟同瑪利亞唔明佢講咩。耶穌跟住約瑟同瑪利亞返拿撒勒。耶穌聽父母話，聽從佢哋嘅指示。耶穌大個咗，越嚟越有智慧，神同人都中意佢。耶穌大個咗，充滿智慧同力量。神保佑耶穌，耶穌準備好將來做神嘅工作。有一日，耶穌從加利利嚟到約旦河，揾約翰想接受佢嘅洗禮。約翰見到就話：我仲要你幫我施洗，你點解反而揾我？耶穌好溫柔咁答：就係咁做先至可以成全神嘅旨意。於是約翰幫耶穌施洗。耶穌低頭企喺河中迎接呢個神聖嘅時刻。當耶穌從水裏上嚟，天空突然裂開，聖靈好似鴿子咁降臨喺佢身上。天上有把聲音話：呢個係我嘅愛子，我好中意佢。之後聖靈帶耶穌去到曠野，面對魔鬼嘅試探。耶穌喺曠野40日40夜，唔食唔飲，佢肚餓，覺得好攰。魔鬼同耶穌講：如果你係神嘅兒子，就叫呢啲石頭變麵包啦。耶穌答：人唔單止靠食物活着，仲要靠神嘅每句話。魔鬼又帶耶穌去聖殿嘅最高處，話：如果你係神嘅兒子，跳落去啦。因為經文話天使會保護你。耶穌回應，經文仲話唔可以試探你嘅神。
跟住魔鬼帶耶穌上咗一座好高嘅山，展示世界嘅繁華，話只要你拜我，我就將呢一切俾你。耶穌嚴厲咁講：撒旦走開！經文話你要敬拜你嘅神，單單侍奉佢。魔鬼終於離開耶穌，試探完結。天使嚟到耶穌身邊服侍佢，俾佢安慰。耶穌戰勝試探，準備開始傳道嘅工作。耶穌開始同人分享神嘅真理，教導佢哋要信靠神。佢嘅教導充滿智慧，激勵人跟隨神嘅道路。耶穌信服神嘅旨意，成為我哋嘅榜樣，帶領我哋認識真理。喺迦拿嗰個小鎮有一對新人擺酒，搞到成條村都好熱鬧，大家都開開心心去飲喜酒。耶穌同瑪利亞同埋耶穌啲門徒都受邀去婚宴，佢哋一齊行入去個熱鬧嘅宴會度。宴會非常熱鬧，大家飲下啲酒，竟然飲晒。僕人開始擔心，唔知點算好。瑪利亞見到就細細聲同耶穌講：佢哋冇酒啦。耶穌就話：而家未到我嘅時候啊。但瑪利亞冇多講，只係同啲僕人講：佢叫你哋做乜，你哋就照做啦。耶穌睇住旁邊有6個大石水缸，就話：去裝滿佢哋。僕人聽到即刻行動，用桶去打水，直到每個缸都倒滿。之後耶穌話：依家倒啲出嚟，攞去俾管宴嗰位試下。結果奇蹟就發生啦，嗰啲水竟然變咗做酒。管宴嘅主管一飲，驚訝咁話：哇，呢啲先至係靚酒啊！點解而家先拎出嚟？呢個就係耶穌所行嘅第一個神蹟。佢啲門徒睇到之後，都更加相信耶穌真係神嘅兒子。逾越節就嚟到啦，耶路撒冷成個城市都好熱鬧，四圍都係嚟敬拜神嘅人。耶穌同佢啲門徒都去到聖殿，佢哋去到外院，打算入去敬拜。但聖殿好似個市場咁，有人喺度買鴿子，有人喺度兌換錢幣，吵鬧聲到處都係。耶穌見到呢一幕，心入面好唔舒服。佢知聖殿應該係用嚟禱告嘅地方，點可以變成做生意嘅市集呢？於是耶穌用繩編咗條鞭，開始趕走啲喺聖殿做買賣嘅人。佢推翻咗啲兌換銀錢嘅啲錢幣，碌到到處都係，啪啪聲響晒。佢又趕走啲買鴿子嘅人，對佢哋講唔好喺聖殿度做買賣啊！耶穌仲大聲講：聖經話過，我嘅殿應該叫做禱告嘅殿，但你哋竟然將佢變成賊窩。啲祭司長同文士聽到之後好嬲，質問耶穌憑乜可以咁做？耶穌就答佢哋：你哋拆毀呢個殿，我3日之內就會再建立翻佢。耶穌就咁樣潔淨咗聖殿，令佢重新成為一個真正用嚟禱告嘅地方。喺耶路撒冷城入面有個法利賽人叫做尼哥德姆，佢係猶太人嘅領袖。佢聽過耶穌好多神蹟，心入面充滿好奇。有一晚，尼哥德姆靜靜雞咁揾耶穌，想親耳聽耶穌講神嘅真道。佢同耶穌講：拉比，我哋知你係神派來嘅老師，因為冇人可以做到你嗰啲神蹟，除非有神同你一齊。耶穌好認真咁答：我同你講，人如果唔係重生，係唔可以見到神嘅國度。尼哥德姆聽到好震驚，問：一個人老咗，點樣重生啊？唔通要翻入阿媽個肚再出世一次？耶穌話：人如果唔係由水同聖靈生，就入唔到神嘅國。肉生肉，靈生靈。跟住耶穌又話：風隨意吹，你聽到風聲，但唔知佢從邊度嚟，吹去邊度。由聖靈生嘅人都係咁。尼哥德姆仲係唔太明白，所以就問：邊有可能啊？耶穌好溫柔咁答：你係以色列嘅老師，點會唔明白啊？我講嘅係天上嘅真理。耶穌仲話：好似摩西喺曠野舉起銅蛇，凡仰望嘅人都得醫治。人子都要被舉起來，等信佢嘅人可以有永生。耶穌繼續講：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穌話：神唔係來定世人嘅罪，而係要救世人。凡信耶穌嘅就會得救。耶穌又話：
光來到世上，愛光的人行真理，來到光中，不愛光的人因為行為惡，躲在黑暗裏。尼哥德慕聽完耶穌嘅說話，心入面好敬畏，佢知耶穌講嘅係神嘅真理。佢帶住耶穌嘅教導返屋企，開始明白只要信靠耶穌就會得到永遠嘅生命。耶穌同佢嘅門徒離開猶太去加利利，佢哋經過一個叫撒瑪利亞嘅地方。中午時分，天氣好熱，耶穌嚟到雅各井旁邊坐低休息，門徒去咗入城買食物。一個撒瑪利亞婦人嚟到井邊打水，佢獨自一人準備裝滿佢嘅水罐。耶穌對婦人講：請俾啲水我飲。婦人好驚訝，因為猶太人通常唔同撒瑪利亞人講嘢。婦人問耶穌：你係猶太人，點解向我呢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飲呢？耶穌講：如果你知道上帝嘅恩賜同我係邊個，你會向我要水，我會俾你活水。婦人講：先生，呢個井好深，你冇打水嘅工具，邊度嚟嘅活水呢？耶穌講：飲呢個井水嘅人仲會再渴，但飲我俾嘅活水就永遠唔渴。婦人講：先生，請俾我呢個活水，俾我唔渴又唔使再嚟呢度打水。耶穌講：去叫你老公嚟。婦人答：我冇老公。耶穌講：你講得啱，你有過5個老公，而家嘅男人唔係你老公。婦人講：先生，我睇你係先知，你點解知道我嘅事？婦人講：我哋嘅祖先喺呢座山上敬拜，你哋卻話必須喺耶路撒冷敬拜。耶穌講：時候將到，真實敬拜嘅人要用心靈同誠實敬拜上帝。婦人講：我知道彌賽亞要嚟，佢會告訴我哋一切。耶穌講：我就係佢。婦人聽到耶穌講佢係彌賽亞，驚訝到忘記咗水罐，急忙跑返城入面。婦人對城入面嘅人講：嚟睇一個人，佢知道我一切，佢會唔會係彌賽亞？門徒返咗嚟，睇到耶穌同婦人講嘢，覺得奇怪，但冇人問耶穌。耶穌對門徒講：你哋睇下田入面嘅莊稼已經熟咗，可以收割。城入面好多人聽咗婦人嘅話，紛紛出嚟要見耶穌。撒瑪利亞人聽咗耶穌嘅話，好多人相信佢就係彌賽亞。耶穌喺撒瑪利亞住咗2日，教導佢哋關於上帝嘅愛同救恩。好多撒瑪利亞人講：我哋相信耶穌，因為我哋親耳聽到佢嘅說話。耶穌同門徒繼續佢哋嘅旅程。撒瑪利亞人心中充滿喜樂同盼望。耶穌嚟到加利利嘅迦拿，就係佢之前將水變成酒嘅地方。有個大臣佢個仔喺迦百農病咗，知道耶穌嚟咗就趕嚟揾佢。大臣懇求耶穌講：先生，請你去迦百農醫治我病重嘅仔。耶穌對佢講：若果唔見到神奇事，你哋總係唔信。大臣講：先生，請你喺我個仔死之前過去醫治佢。耶穌講：你可以返去，你個仔冇事啦。大臣相信耶穌嘅說話，就起身返去。大臣喺路上，僕人跑過嚟話佢知，你個仔冇事啦。大臣問僕人，知道阿仔係喺耶穌講話嘅同一時刻好返。最後佢同全家都信咗耶穌。喺加利利海邊，西門彼得同安德烈正忙住撒網捉魚，呢個係佢哋每日嘅生活。耶穌嚟到海邊，見到西門彼得同安德烈喺度捉魚。耶穌對佢哋講：嚟跟住我，我要令你哋得人好似得魚。西門彼得同安德烈就即刻放低漁網，跟住耶穌走。耶穌繼續往前行，見到雅各同約翰喺船度補網。耶穌呼召雅各同約翰，佢哋即刻離開船，跟住耶穌走。耶穌上咗西門彼得嘅船上講道，喺湖邊教導一大班人。耶穌對西門彼得講：將船開到水深嘅地方，撒網捉魚啦。西門彼得照做咗，網住好多魚，網都差唔多要爆。西門彼得好驚訝，咁跪低講：主啊，離開我，我係個罪人。耶穌講：唔使怕，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。佢哋就跟住耶穌走。耶穌見到一個叫馬太嘅人喺稅關度做嘢。
耶穌對馬太講：跟住我。馬太即刻企起身跟住耶穌走。施洗約翰見到耶穌對佢嘅門徒講：你哋睇，呢位就係神嘅羔羊。兩個門徒跟住耶穌，耶穌問佢哋：你哋要乜？佢哋講：拉比，你住邊度？耶穌講：嚟睇睇啦。佢哋就跟耶穌去住咗一日。安德烈揾到佢阿哥西門講：我哋遇到咗彌賽亞。耶穌對西門講：你係西門，從今以後你要叫彼得。耶穌揾到腓力對佢講：跟住我。腓力就跟住耶穌走。腓力揾到拿但業講：我哋遇到彌賽亞就係耶穌。耶穌對拿但業講：我見到你喺無花果樹底。拿但業好驚訝咁講：你係神嘅仔。耶穌呼召咗門徒，佢哋跟住佢一齊傳揚神嘅國。有一日，耶穌嚟到迦百農，喺一間屋度教導眾人，屋入面擠滿咗人，甚至連法利賽人同文士都嚟聽佢講道，逼到門口都入唔到。有個癱子瞓喺褥子上，佢嘅4個朋友抬住佢嚟見耶穌，希望得到醫治。佢哋嚟到屋門口，但係因為人太多而入唔到去。4個朋友唔肯放棄，佢哋想盡辦法要俾癱子見到耶穌。朋友們決定爬上屋頂，佢哋將癱子抬上去，準備從上面落去見耶穌。佢哋喺屋頂上拆開一個窿，俾癱子可以落去。4個朋友充滿信心咁做呢件事。朋友們將癱子從窿口掉落耶穌面前。耶穌見到佢哋嘅信心，就對癱子講：孩子，你嘅罪赦免咗啦。一啲法利賽人同文士心入面諗：呢個人點解講僭妄嘅說話？除咗神以外，邊個可以赦罪呢？佢哋開始質疑耶穌。耶穌知佢哋嘅心思，就講：點解心入面懷住惡念呢？或者講你嘅罪赦咗，或者講你起身行路，邊個容易啲呢？但係為咗俾你哋知人子喺地上有赦罪嘅權柄，耶穌對癱子講：起身，拎住你嘅褥子返屋企啦。癱子即刻起身，當眾拎住褥子返屋企。眾人見到都好驚奇，就歸榮耀俾神講：我哋從來冇見過咁樣嘅事。耶穌見到一大班人，就上咗山坐低。門徒嚟到佢面前，耶穌開口教訓佢哋講：虛心嘅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；貧窮嘅人有福了，因為神嘅國係你哋嘅；哀慟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得安慰；溫柔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承受地土；飢渴慕義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得飽足；憐恤人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蒙憐恤；清心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得見神；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佢哋必稱為神嘅兒子；為義受迫害嘅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。但你哋富足嘅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哋受過你哋嘅安慰；你哋飽足嘅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哋將要飢餓；你哋嬉笑嘅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哋將要哀慟哭泣。人都話你哋好嘅時候，你哋就有禍了，因為佢哋嘅祖宗對待假先知都係咁樣。你哋係世上嘅鹽，如果鹽失咗味，就唔可以再用。你哋係世上嘅光，燈點亮咗就要放喺燈台上，照亮一屋嘅人。我嚟唔係要廢掉律法，乃係要成全。邊個廢掉呢啲誡命入面最細嘅一條，就喺神嘅國度稱為最細。你哋聽見有話唔可以殺人，但我同你哋講，凡向弟兄動怒嘅，就難免受審判。你哋聽見有話唔可以奸淫，但我同你哋講，凡見到婦女就動淫念嘅，呢個人心裏已經同佢犯咗奸淫。你哋聽見有話以眼還眼，以牙牙，但我同你哋講，唔好同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右臉，連左臉都轉過嚟俾佢打。你哋聽見有話愛你嘅鄰舍，恨你嘅仇敵，但我同你哋講，要愛你哋嘅仇敵，為迫害你哋嘅禱告。你哋要俾野人，就必有嘢俾你哋，而且用十足嘅升斗，連搖帶按，上尖下流咁倒落你哋懷裏。你施捨嘅時候，唔好叫左手知右手所做嘅，要喺暗中施捨。你哋禱告嘅時候，唔可以好似假冒為善嘅人，
你要入屋關上門，喺暗中向你嘅父禱告，唔好為自己積財寶喺地上，要積財寶喺天上，因為你嘅財寶喺邊度，你嘅心就喺嗰度。你哋睇天上嘅飛鳥，都唔種唔收，神尚且養活佢哋，你哋唔好憂慮講乜食乜飲乜着乜。點解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卻唔諗下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先除去自己眼中嘅梁木，然後先至睇得清楚。瞎子豈能帶瞎子？兩個人唔係都要掉落坑裏咩？學生唔可以高過先生，凡學成咗嘅，不過同先生一樣。你哋祈求就俾你哋，尋找就尋，叩門就幫你哋開門。見你哋要入窄門，因為引到滅亡嗰個門係寬嘅，路係大嘅；引到永生嗰個門係窄嘅，路係細嘅。你哋要防備假先知，佢哋嚟到你哋呢度，外面披住羊皮，裏面卻係殘暴嘅狼。憑住佢哋嘅果子就可以認出係佢哋嚟。冇好樹結壞果子，都冇壞樹結好果子。凡睇樹木嘅果子就可以認出佢嚟。凡聽見我呢啲話就去做嘅，就係一個聰明人，將房子起喺磐石上，雨淋、水、風吹，房子唔倒塌。耶穌講完咗呢啲話，群眾都稀奇佢嘅教訓，因為佢好似有權柄嘅人，去教訓佢哋唔似佢哋嘅文士。有一日，耶穌喺加利利海邊教導好多人，大家都嚟聽佢講道，因為耶穌嘅說話充滿咗神嘅智慧。人多到爆，耶穌就坐喺船上，從海裏對住岸上嘅人講道。佢用一個比喻嚟解釋神嘅道。有一個農夫出嚟撒種子，耶穌話佢將種子撒喺唔同嘅地方，有啲種子跌喺路邊，飛鳥飛嚟就食咗啲種子；有啲種子跌喺石地，嗰度土淺，種子好快就發芽，但係太陽一曬，因為冇根就枯咗；有啲種子跌喺荊棘裏，荊棘生起嚟就將種子悶死；仲有啲種子跌喺好泥土，就長大結實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嘅收成。耶穌講完就話：有耳可聽嘅就應該聽。大家聽到入晒神。之後門徒私下問耶穌：呢個比喻係乜嘢意思啊？耶穌話：你哋蒙咗恩，得明白天國嘅奧秘。種子就係神嘅道，跌喺路邊嘅就係人聽咗道，魔鬼嚟將道從佢哋心裏奪走，免得佢哋信咗得救。跌喺石地嘅就係人聽咗道，歡喜領受，但心裏冇根，一受試煉就跌倒。跌喺荊棘裏嘅就係人聽咗道，被今生嘅憂慮、錢財嘅迷惑悶住，唔結實。跌喺好土裏嘅就係人聽咗道，持守誠實善良嘅心，並且忍耐結實。有一日，耶穌對跟住佢嘅人講咗一個比喻，一個關於天國嘅故事。天國就好似人撒咗好種子喺田裏，等到人瞓緊嘅時候，有仇敵嚟咗，將稗子撒落麥子裏面，就走咗。到長苗吐穗嘅時候，稗子都生晒出嚟。田主嘅僕人嚟告訴佢話：主啊，你唔係撒咗好種子喺田裏咩？點解會有稗子嚟嘅？主人話：呢個係仇敵搞嘅。僕人話：你要我哋去拔晒佢哋出嚟？主人話：唔使，恐怕拔稗子嘅時候，連麥子都一齊拔晒出嚟。容許呢兩樣一齊生，等到收割嘅時候。當收割嘅時候，我要對收割嘅人講：先將稗子拔出來，捆成捆，留住燒；唯有麥子要收落倉裏。當時耶穌離開咗眾人，入咗屋企，佢嘅門徒上前嚟問：請你將田間稗子嘅比喻講俾我哋聽啦。佢回答話：嗰個撒好種嘅就係人子，田地就係世界，好種就係天國之子。稗子就係惡者之子，撒稗子嘅仇敵就係魔鬼。收割嘅時候就係世界嘅末了，收割嘅人就係天使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將所有叫人跌倒嘅同埋作惡嘅，從佢國裏挑晒出嚟，將稗子拔出嚟，用火焚燒，丟落火爐裏。喺嗰度必要哀哭切齒，世界嘅末了都要係咁。嗰時義人喺佢哋父嘅國裏，要發出光嚟，好似太陽一樣。有耳聽嘅就應該聽。有一日，耶穌對門徒講：
我哋到湖嗰邊去啦。佢哋就離開眾人，上咗船，仲有其他船跟住。佢哋開咗船，行船嘅時候，耶穌喺船尾度枕住枕頭瞓咗，門徒繼續駕船前行。忽然湖上起咗暴風，大浪打入船入面，船好快就滿咗水，好危險，門徒都嚇到好驚。門徒們嚟叫醒耶穌講：夫子，我哋死梗啦，你仲唔理咩？佢哋充滿恐懼。耶穌醒咗，斥責嗰陣狂風，向海講：停低，平靜，風就停咗，大浪都平靜咗。耶穌對門徒講：你哋點解膽怯？你哋點解仲係冇信心呢？門徒們大大地懼怕，彼此講：呢個到底係邊個？連風同海都聽佢話。有一個婦人患咗血漏嘅病，已經12年，佢睇過好多醫生，花晒所有錢，唔單止冇好轉，反而病得更嚴重。婦人聽聞耶穌醫治咗好多病人，就嚟到人群入面，佢心入面諗：我只要摸佢嘅衫，就一定會好返。婦人逼入去人群，從後面摸咗耶穌嘅衫，佢相信只要摸到就會得醫治。婦人一摸血漏，即刻停咗。佢覺得身上嘅災病已經好返。耶穌感覺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，就轉身問：邊個摸我件衫？門徒對耶穌講：你睇人群逼住你，仲問邊個摸我？但耶穌仍然四面觀看，要見做呢件事嘅婦人。婦人知瞞唔住，就戰戰兢兢咁嚟俯伏喺耶穌面前，將實情全部話俾耶穌聽。耶穌對婦人講：女兒，你嘅信救咗你，平平安安咁返去啦，你嘅病已經好返。婦人從此得到醫治。有一日，耶穌嚟到加利利海邊，好多人圍住佢聽佢講道。嗰陣，有個叫睚魯嘅會堂主管走嚟耶穌面前，佢個女病得好重，差唔多要死。睚魯跪喺耶穌面前話：我個女病到就快死，求你嚟我屋企幫佢按手醫佢，等佢好返。耶穌聽完就同睚魯一齊去佢屋企，好多人跟喺後面。半路有人喺睚魯屋企跑過嚟話：你個女死咗啦，可以叫先生走啦。耶穌就同睚魯講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佢哋去到睚魯屋企，見到好多人喺度亂哄哄，有人吹笛，有人喊。耶穌話：個細路唔係死咗，係瞓咗。眾人聽完就笑耶穌。耶穌將啲人全部趕出門口，只帶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同埋個女嘅爸媽入去。佢哋入到個女仔嘅房間，見到個女仔已經死咗，望落好似瞓咗咁。耶穌拉住女孩嘅手，耶穌佢話：大利大古米，即係小女孩，我吩咐你起來。話音剛落，個女仔即刻起身，靈魂翻咗嚟。個女孩開始行來行去。耶穌吩咐俾啲嘢佢食，又叫佢哋唔好同外人講呢件事。大家都好震驚，見到耶穌嘅大能。使徒們傳完道返嚟，將佢哋做過嘅事同傳過嘅道全部同耶穌講。耶穌話：你哋同我一齊靜靜雞去曠野嗰度休息一陣。於是佢哋坐船，悄悄咁去曠野。但群眾見到佢哋，紛紛從各個城鎮行路過去，仲要跑得比佢哋仲快，先到嗰度。群眾知道耶穌去邊，就一窩蜂跟住去。佢哋嚟到耶穌身邊，因為見過耶穌喺病人身上行神蹟，就一心跟隨佢。耶穌見到咁多人，就心生憐憫，因為佢哋好似無牧人嘅羊咁無依無靠。於是耶穌同佢哋講述神國嘅道理，又醫治有病嘅人。耶穌開口教導好多道理，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。但天色漸晚，門徒開始擔心起來。門徒同耶穌講：呢度係荒野，天都黑晒，請叫群眾散開，等佢哋去附近村落自己買嘢食。耶穌答：你哋俾啲嘢佢哋食啦。門徒話：就算用200銀幣買餅，每人分一啲，都係唔夠。門徒安德烈揾到一個細路，佢帶咗5個大麥餅同2條魚過嚟。細路好慷慨，願意將佢嘅食物俾耶穌。耶穌話：叫大家一排排坐低，每排大約50人。門徒照做，叫晒所有人坐低，總共有大約5000人。耶穌拎起啲餅，祝謝過後，俾門徒，又將2條魚分俾大家。
門徒將餅同魚放喺群眾面前，神蹟發生啦，食物竟然夠所有人食，每個人都拎到想要嘅份量。佢哋食飽晒，冇一個話肚餓。食完之後，耶穌同門徒講：將啲剩低嘅碎屑收拾好，唔好浪費。門徒就將5個大麥餅嘅碎屑，仲有眾人食剩嘅，收拾起來，裝滿晒12個籃子。群眾見到耶穌行嘅神蹟，就話呢位真係要嚟世上嘅先知。佢哋仲想強迫耶穌做王。耶穌見咁嘅情況，就一個人走上山度禱告。耶穌知道群眾想逼佢做王，於是獨自退到山上祈禱。呢個神蹟顯示耶穌點樣供應眾人嘅需要，就好似用5個餅同2條魚食飽5000人咁神奇。耶穌餵飽咗5000人之後，即刻叫門徒上船，佢要去對岸度。耶穌自己上山祈禱。門徒上咗船，划去對岸，但夜晚嚟咗，海面上吹起大風，浪好大，佢哋划得好辛苦。耶穌祈完禱，從山度落嚟，見到門徒喺海上辛苦咁划槳，佢就喺水面上行，向佢哋行過去。門徒見到耶穌喺水面上行，以為係鬼，好驚，大聲叫起嚟。耶穌即刻對佢哋講：係我，唔使驚。彼得對耶穌講：主啊，如果係你，請叫我從水面上行到你度。耶穌講：你嚟啦。彼得落咗船，喺水面上向耶穌行過去。但彼得見到大風就驚，開始沉落去。佢大叫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穌即刻伸手拉住佢。耶穌對彼得講：你呢個小信嘅人，點解疑惑呢？佢哋上咗船，風就停咗。門徒見到呢個神蹟，都對耶穌講：你真係上帝嘅仔。船好快就到咗對岸。有一日，耶穌離開加利利，去到推羅同西頓，佢入咗一間屋，唔想俾人知道。不過始終都隱藏唔住，嗰度住咗好多唔係以色列人嘅人。嗰邊有個迦南婦人，佢係希臘人，屬於敘利腓尼基族。佢聽聞耶穌嘅事，想見耶穌，因為佢個女俾鬼附，好慘好痛苦。個婦人一聽到耶穌嚟咗，就走埋去佢嗰度，大聲咁叫話：主啊，大衛嘅子孫，求你可憐我，我個女俾鬼附得好辛苦啊！但耶穌冇出聲，冇答佢。個婦人繼續叫，門徒就走近嚟同耶穌講：呢個婦人一路喺我哋後面叫，不如你叫佢走啦。耶穌對門徒講：我奉差遣，只係嚟揾以色列家迷失嘅羊。意思就係佢係先嚟幫助以色列人嘅。個婦人仍然唔放棄，走埋去跪落耶穌腳前，叩拜佢話：主啊，求你幫幫我啦。耶穌答佢話：要等兒女先食飽，唔好攞兒女嘅餅丟俾狗食。呢句係個比喻，兒女係指以色列人，狗係指外邦人。個婦人話：主啊，講得啱，但係狗喺台底下都可以食啲細路仔跌落嚟嘅碎渣噶。佢講得有智慧，顯出咗佢嘅信心。耶穌聽完話：婦人，你嘅信心真係好大，因為你講呢句話，照你所求嘅已經成就咗啦。從嗰刻開始，佢個女就好返。婦人返到屋企，見到佢個女瞓喺床度，鬼已經離開咗佢，完全治好咗。耶穌憐憫呢個有信心嘅婦人。喺嗰陣時，又有一大班人聚埋一齊，佢哋已經跟隨耶穌3日，冇嘢食。耶穌叫門徒嚟，對佢哋講：我憐憫呢啲人，因為佢哋已經跟咗我3日，冇嘢食。耶穌繼續講：如果我叫佢哋餓住返屋企，佢哋會喺路上暈倒，因為佢哋有啲係由好遠嘅地方嚟。門徒對耶穌講：喺呢個曠野地方，邊度揾到足夠嘅餅俾呢群人食飽呢？耶穌問佢哋：你哋仲有幾多個餅？門徒回答：有7個餅，同埋幾條小魚。耶穌吩咐群眾坐喺草地上。耶穌拎住7個餅同幾條小魚，感謝就擘開，遞俾門徒，叫佢哋擺喺群眾面前。門徒就將餅同魚分俾群眾，大家都食，而且都食飽。門徒執起剩下嘅零碎，裝滿咗7個籃子。嗰日食飽嘅人有4000男人，唔計婦女同細路。耶穌打發群眾散去，就同門徒坐船去到叫大馬魯他嘅地方。有一日，耶穌帶埋彼得、雅各同約翰呢3個門徒，
一齊上咗一座高山，佢哋要去嗰度祈禱。佢哋嚟到山頂，耶穌就開始祈禱。門徒佢哋好攰，有啲甚至瞓咗。突然間，耶穌嘅樣子變咗，佢嘅面明亮得好似太陽，三白到發光。門徒佢哋見到，驚奇到不得了。跟住，先知摩西同以利亞出現咗，佢哋同耶穌一齊講嘢，講耶穌未來嘅事。彼得好開心，對耶穌講：主啊，我哋喺度真係好正，不如我哋起3個棚，一個俾你，一個俾摩西，一個俾以利亞啦。突然，一朵好光嘅雲彩蓋住咗佢哋，雲入面有聲音傳出嚟，聲音講：呢個係我嘅愛子，我好鍾意佢，你哋要聽佢講嘢。門徒佢哋一聽，驚到俯伏喺地上。耶穌行近佢哋，摸摸佢哋講：起身，唔使怕。門徒就抬頭一望，得返耶穌一個人。佢哋落山嗰陣，耶穌叮囑佢哋：人子未從死裏復活之前，唔好同任何人講你哋見到嘅嘢。門徒問耶穌關於以利亞嘅事，耶穌話俾佢哋聽：以利亞已經嚟咗，就係施洗約翰。佢哋終於明白神嘅計劃。耶穌繼續講比喻：你哋中間邊個有100隻羊，失去咗一隻，會將99隻羊留喺曠野，出去揾嗰隻迷咗路嘅羊，直到揾到為止呢？我真係同你哋講，如果揾到咗，佢會為呢隻羊開心，比嗰99隻從來冇迷過路嘅更加開心。佢揾到之後，就歡歡喜喜咁將羊扛上肩頭，返屋企。之後就叫埋朋友同鄰舍過嚟，同佢哋講：我失咗嘅羊揾返啦，你哋同我一齊開心開心啦。我同你哋講，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都因為佢而歡樂，比嗰99個唔使悔改嘅義人更歡樂。你哋喺天上嘅父都係咁，唔願意一個人喪失。耶穌又講一個比喻，有一個人有2個仔，細仔同父親講：父親，請你將我應得嗰份家產分俾我。父親就將產業分俾佢哋。冇幾耐，細仔收拾好一切，去到好遠嘅地方。佢喺外面任意放蕩，揮霍晒所有錢財。佢用盡一切所有之後，嗰個地方又遇上大饑荒，佢就窮到一個點。佢去投靠當地一個人，嗰人就派佢去田餵豬。佢恨不得攞啲豬食嗰啲豆莢嚟充飢，但都冇人分俾佢。佢終於醒唔過嚟，心諗：我父親嗰度有好多工人，糧食多到有得剩，我反而喺呢度餓死。我要起身返去父親嗰度，同佢講：父親，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咗你。從今日開始，我已經唔配做你個仔，你當我係一個工人就算啦。於是佢起身返去見父親，仲隔好遠嘅時候，父親就見到佢，心裏面充滿憐憫，就跑步過去攬住佢同埋錫佢。阿仔開口講：父親，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咗你，從今以後我唔再配做你個仔。但係父親就吩咐僕人話：快啲攞件最靚嘅袍出嚟俾佢，將戒指戴喺佢手指上，又將鞋俾佢着，再將嗰隻肥牛犢牽嚟宰咗，我哋一齊又食又飲，又唱又跳，因為我呢個仔本來死咗，而家又活返，本來失去，而家又揾得返。佢哋就歡喜快樂起嚟。大仔嗰陣喺田裏做緊嘢，佢返到嚟，未到屋企門口，就聽到入面音樂聲同跳舞聲，就叫一個僕人過嚟問發生咩事。僕人話：你弟弟返嚟啦，你父親見到佢平平安安咁返到嚟，就將隻肥牛犢宰咗。大仔就發脾氣，死都唔肯入去。佢同父親講：我服侍你咁多年，從來冇違背過你吩咐一樣嘢，你連一隻山羊羔都未試過俾我，等我可以同朋友一齊開心下。但係你呢個仔，佢同啲娼妓一齊，將你啲家產都揮霍晒。佢一出現，你反而為佢宰肥牛犢。父親對佢講：阿仔，你成日都同我一齊，我所有嘅其實都係你嘅，只不過你呢個兄弟本來死咗，而家又活返，本來失去，而家又揾得返，所以我哋本來就應該歡喜快樂。天父就係咁樣愛我哋，無論我哋走到幾遠，只要肯回轉返去佢面前，佢都會張開雙臂，歡歡喜喜咁迎接我哋返屋企。有一個財主，有人告佢個管家，話佢浪費主人嘅財物。財主就叫個管家嚟，
同佢講：我聽到關於你嘅事，你而家將賬目交代清楚，你以後唔可以再做我嘅管家。管家心入面諗：我而家點算好呢？叫我落田做嘢，我冇呢個力；叫我去行乞，我又覺得丟架。佢諗到一個辦法，好等自己以後唔再做管家之後，有人會接納佢，請佢去佢哋屋企住。於是佢就將啲欠主人債嘅人一個一個咁叫嚟。佢問第一個：你欠我主人幾多啊？嗰個人答佢：100簍油。管家話：攞你張賬單嚟，快啲坐低，改寫做50。佢又問第二個：你又欠幾多啊？嗰人話：100石麥子。管家話：攞你張賬單嚟，寫做80。主人就讚呢個不義嘅管家做事精明，因為今世之子喺處理世上事情方面係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我同你哋講，你哋要善用嗰啲不義嘅錢財去結交朋友，等到有一日錢財冇用嘅時候，佢哋可以接待你哋入到永遠長存嘅帳幕入面。一個人在最小嘅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都會忠心；一個人在最小嘅事上不義，在大事上都會不義。如果你哋喺嗰啲不義嘅錢財上面都唔忠心，仲有邊個會將真正嘅財富交俾你哋呢？如果你哋喺人哋嘅嘢上面唔忠心，仲有邊個會將自己真正嘅嘢俾你哋呢？一個僕人唔可以侍奉兩個主人，唔係恨呢個愛嗰個，就係重視呢個輕視嗰個。你哋唔可以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馬門。耶穌又講咗一個比喻：從前有一個財主，穿住紫色袍同細麻布衣服，日日奢華宴樂。又有一個討飯嘅叫拉撒路，成身生瘡，有人放佢喺財主門口，想食到財主掉落嚟嘅碎屑充飢，仲有狗嚟舔佢嘅瘡。後來嗰個討飯嘅死咗，被天使帶去放喺亞伯拉罕嘅懷裏。財主都死咗，而且埋葬咗。佢喺陰間受痛苦，舉目遠遠望見亞伯拉罕，又望見拉撒路喺佢懷裏。財主就喊住講：我祖亞伯拉罕啊，可憐我啦！打發拉撒路嚟，用指頭尖蘸啲水，涼涼我嘅舌頭，因為我喺呢團火焰裏極其痛苦。亞伯拉罕講：孩子，你生前享咗福，拉撒路又受咗苦，如今佢喺呢度得安慰，你就受痛苦，而且喺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，以致人想由呢邊過到你哋嗰邊都唔得。財主講：我祖亞伯拉罕，求你打發拉撒路，因為我仲有5個兄弟，佢可以對佢哋作見證，免得佢哋都嚟到呢個痛苦嘅地方。亞伯拉罕講：佢哋有摩西同先知嘅話可以聽從。財主講：我祖亞伯拉罕啊，唔係噶，如果有一個從死裏復活嘅，去到佢哋嗰度，佢哋就必要悔改。亞伯拉罕講：若唔聽從摩西同先知嘅話，就係有一個從死裏復活嘅，佢哋都係唔會聽勸。呢個故事告訴我哋，生前要聽從神嘅話，憐憫窮人，否則死後結局唔同。耶穌往耶路撒冷去，經過撒瑪利亞同加利利，入咗一條村，有10個長大麻風嘅迎面而嚟，遠遠咁企定。佢哋高聲講：耶穌，老師，可憐我哋啦！耶穌睇見，就對佢哋講：你哋去將身體俾祭司睇睇。佢哋去嘅時候就潔淨咗。其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咗，就折返嚟大聲歸榮耀俾神，又俯伏喺耶穌腳前感謝佢。呢個人係撒瑪利亞人。耶穌講：潔淨咗嘅唔係10個人咩？嗰9個喺邊度呢？除咗呢個外邦人，仲有冇其他人返嚟歸榮耀俾神啊？就對嗰個人講：起來去吧，你嘅信救咗你。有一日，耶穌講咗一個比喻，話天國就好似一個葡萄園嘅主人，佢大清早起身，要請工人去佢個葡萄園度做嘢。園主大清早去街市度揾到啲工人，同佢哋講好一日俾1蚊人工，就叫佢哋去葡萄園度。呢啲工人由大清早開始做，佢哋摘葡萄、剪枝，好努力咁勞動。去到朝早9點鐘，園主又出街，現街市度仲有工人企喺度冇嘢做，就請佢哋去葡萄園，到夜晚會俾合理嘅人工。呢啲工人由朝早9點開始做，同先前嚟嘅工人一齊勞動。
去到中午12點，園主又出街請多啲工人去葡萄園度。呢啲工人由中午開始加入，一齊努力做嘢。下晝3點鐘，園主又請咗工人去葡萄園，應承俾合理人工。呢啲工人由下晝3點開始做，同大家一齊勞動。去到下晝5點，園主又出街，現仲有工人成日企喺度冇嘢做，就問佢哋點解。工人話冇人請佢哋，園主就請佢哋去葡萄園。呢啲工人淨係做咗1個鐘，就到夜晚結數人工嘅時候。夜晚，園主叫管事嘅，由最後嚟嘅工人開始，每個人俾1蚊人工，然後發俾其他工人，每個人一樣都係1蚊，無論佢哋做咗幾耐。大清早嚟嘅工人見到，就埋怨園主，話我哋成日勞苦受熱，呢啲後嚟嘅人淨係做1個鐘，你竟然俾佢哋同我哋一樣咩？園主答話：朋友，我冇虧待你哋，你哋同我講定咗唔係1蚊咩？拎你嘅走啦，我俾後嚟嘅同俾你一樣，呢個係我自己願意嘅。園主話：我用自己嘅錢行善，難道唔得咩？定係你眼紅我慷慨呢？耶穌話：咁樣，喺後嘅將要喺前，喺前嘅將要喺後。呢個比喻話俾我哋知，天國嘅恩典係公平嘅，神對每個人一樣都好慷慨。喺耶利哥城外有個瞎子名叫巴底買，佢坐喺路邊討飯。有一日，耶穌同門徒帶住好多人從耶利哥出嚟。巴底買聽到係耶穌經過，就大聲喊：大衛子孫耶穌，可憐我啦！好多人責備佢，叫佢唔好出聲，但佢越喊越大聲。耶穌就企定話，叫佢過嚟。佢哋叫巴底買，對佢講：放心，企起身，佢叫你了。巴底買丟低衣服，跳起身走到耶穌度。耶穌問：你要我為你做乜嘢？巴底買話：主啊，我要能看見。耶穌話：你嘅信救咗你，去啦。巴底買即刻能看見。巴底買終於睇到嘢，充滿喜樂，讚美神。佢就喺路上跟隨耶穌一同讚美神。所有人都讚美神。在伯大尼村有一個叫拉撒路嘅人病咗，佢有2個姐妹，馬大同馬利亞。姐妹2個叫人去同耶穌講：主啊，你所愛嘅人病咗。耶穌聽到就話：呢個病唔會到死，乃係為咗上帝嘅榮耀。耶穌愛呢一家人。拉撒路死咗，埋葬咗4日。馬大同馬利亞好傷心，好多猶太人嚟安慰佢哋。之後耶穌對門徒話：我哋再去猶太啦。佢故意擔言，先至嚟到伯大尼。馬大話：主啊，你如果早啲喺度，我嘅兄弟就唔會死。耶穌話：我就是復活，我就是生命。信我嘅人，雖然死咗，都必復活。瑪利亞嚟到耶穌面前哭泣。耶穌見到大家喊，就心裏悲嘆，亦都喊咗。耶穌嚟到拉撒路嘅墳墓前，係一個洞穴，用石頭堵住。耶穌話：將塊石頭拎開。馬大話：主啊，佢已經死咗4日，已經發臭。耶穌舉目望天話：父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已經聽我講呢啲說話，係叫眾人信你差遣我嚟。耶穌大聲呼叫：拉撒路出嚟！嗰個死人就出咗嚟，手腳包住布，臉上包住手巾。耶穌話：解開佢，叫佢行。好多人見到呢件事，就信咗耶穌。逾越節前6日，耶穌嚟到伯大尼患過大麻風嘅西門屋企，眾人為耶穌擺設筵席，馬大服侍，拉撒路同席。瑪利亞拎住一斤極貴嘅真拿達香膏，打碎玉瓶，澆喺耶穌頭上。佢抹喺耶穌腳上，又用自己嘅頭髮去擦，屋企就充滿咗膏嘅香氣。門徒好唔高興，猶大話：點解咁枉費呢？呢瓶香膏可以買300幾銀錢，周濟窮人啊！耶穌話：由得佢啦，點解要難為佢呢？佢喺我身上做咗一件美事，佢係為我安葬之日留低嘅。耶穌話：窮人成日同你哋一齊，要向佢哋行善，隨時都得，但你哋唔係成日都有我。耶穌話：佢所做嘅，凡傳福音嘅地方，都要講述呢個女人所做嘅，以為紀念。耶穌同門徒嚟到耶路撒冷附近，到咗橄欖山伯法其、伯大尼嗰度。
耶穌差派2個門徒對佢哋講：你哋去對面村入面，一去到就見到一匹拴住嘅小驢，從來冇人騎過。如果有人問你哋做乜，你哋就話主需要佢，佢就會即刻俾你哋牽你。門徒就去牽小驢。門徒將衣服搭喺小驢上面，耶穌騎上去，係要應驗先知講過嘅話。睇下，你嘅王嚟到，謙卑咁騎住小驢。第二日，好多嚟過節嘅人聽到耶穌快到耶路撒冷，就手持棕樹枝出去迎接，喊叫和散那。眾人將衣服同樹枝抱喺路上，前面後面一齊高聲喊：奉主名嚟嘅係應當稱頌嘅，大衛嘅子孫啊，和散那！奉主名嚟嘅以色列王，高高在上，和散那！有啲法利賽人話：老師，責備嚇你嘅門徒啦。耶穌話：我同你哋講，如果佢哋閉口，呢啲石頭都要喊叫起來。耶穌進入耶路撒冷，全城都震動，人人問：呢個係邊個？眾人話：呢個係大衛嘅子孫，呢個係加利利拿撒勒人耶穌，係大先知，係大衛嘅子孫。耶穌進入聖殿，周圍睇各樣物件。天晚啦，就出城去伯大尼，同門徒一齊去歇息。有一日，耶穌講咗一個比喻，有一個家主種咗一個葡萄園，周圍圍咗籬笆嚟保護佢，裏面掘咗一個壓酒池嚟榨葡萄汁，仲起咗一座樓嚟守望園子。之後佢租俾園戶，就去咗外出遠行。到咗收成時候，園主派咗一個僕人去園戶度收返葡萄園嘅果子。點知園戶捉住佢，打咗佢一頓，叫佢空手返嚟。園主又派另一個僕人去，佢哋打傷佢個頭，從侮辱佢。跟住又派第3個僕人去，佢哋一樣打傷咗佢，將佢趕出去。園主之後又派咗好多僕人去，有俾佢哋打嘅，有俾佢哋殺嘅。園主仲有佢嘅愛子，最後派佢去，心諗佢哋一定會尊敬我個仔。點知園戶見到個仔就互相講：呢個係繼承產業嘅，嚟啦，我哋殺咗佢，產業就係我哋嘅啦。於是捉住佢，將佢趕出葡萄園外，殺咗佢。耶穌講：咁樣葡萄園嘅主人會點做呢？佢會嚟消滅嗰啲園戶，將葡萄園轉俾其他人。經常寫住匠人所棄嘅石頭，已成為房角嘅頭塊石頭。呢個係主所做嘅，我哋眼中睇為稀奇。文士同祭司長睇得出呢個比喻係指住佢哋講嘅，就想捉拿佢，只係怕百姓。耶穌又講咗一個比喻，天國就好似一個王為佢個仔擺設結婚筵席。王叫僕人去請啲已經邀請咗嘅人嚟赴宴，但係嗰啲人完全唔理，自己就走咗。王又再派出第2批僕人，吩咐佢哋話：你哋去同啲被邀請嘅人講，我嘅筵席已經預備好，牛同肥畜準備好，所有嘢都齊晒，你哋嚟赴宴啦。但係嗰啲人有啲走去自己田度，有啲去做生意，仲有啲人拉住王嘅僕人侮辱佢哋，甚至殺咗佢哋。王就好嬲，派兵去懲罰啲兇手，仲燒咗佢哋嘅城。之後王同僕人講：婚宴預備好晒，不過被邀請嗰啲人唔配嚟，你哋去大街小巷，見到邊個都叫佢嚟赴宴。啲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見到邊個都叫，無論好人壞人都一齊請。結果筵席入面坐滿晒客人，王走入嚟睇啲赴宴嘅人，見到有一個冇穿禮服嘅，就問佢：朋友，你點解嚟到呢度冇穿禮服啊？嗰個人啞口無言。王就吩咐啲差役話：捆起佢嘅手腳，拎佢丟出去外面黑暗嗰度，喺嗰度佢要哀哭切齒。佢就咁樣被趕咗出去，喺外面又喊又痛苦，因為被邀請嘅人多，但係真正揀上嘅就少。耶穌又講咗一個比喻，嗰陣時天國就好似10個童女攞住燈出去迎接新郎，入面有5個係愚蠢嘅，5個係聰明嘅。嗰啲愚蠢嘅攞住燈，但冇預備油；而聰明嗰啲除咗攞燈之外，仲準備埋油。新郎嚟得遲，大家等到眼瞓，結果都瞓住咗。半夜嘅時候，有人大聲講：新郎嚟啦，你哋出嚟迎接佢啊！
10個童女都即刻起身，整好自己啲燈。嗰啲愚蠢嘅就同聰明嗰啲講，分啲油俾我哋啦，我哋啲燈就嚟熄。聰明嗰啲回答，我驚唔夠一齊用，不如你哋自己去買啦。佢哋去買油嘅時候，新郎就嚟到，預備好嘅童女就同佢一齊入去赴宴，門就關上咗。之後其他嗰啲童女都趕到嚟，叫住話：主啊，主啊，開門俾我哋入去啦。但新郎回答：我實實在在咁同你哋講，我唔識你哋啊，所以你哋要時刻警醒，因為嗰日係幾時，你哋唔會知道。耶穌又講咗另一個比喻，話天國就好似有個人要出遠門，就叫咗自己啲僕人嚟，將佢嘅家業交俾佢哋。佢按照每個人嘅才幹，分俾佢哋銀子，一個俾咗5,000，一個俾咗2,000，一個俾咗1,000，然後就出門去咗遠行。攞咗5,000嘅僕人立刻去做買賣，又賺多咗5,000。攞咗2,000嘅僕人都照樣又賺多咗2,000。但係攞咗1,000嘅僕人就去掘個洞，將主人嘅銀子埋喺地下。過咗好耐，嗰啲僕人嘅主人返嚟，同佢哋算賬。攞咗5,000嘅僕人上前講：主人，你俾咗我5,000，我又賺多咗5,000。主人話：好啊，你呢個又好又忠心嘅僕人，我要交更多嘅事俾你管理，入嚟一齊享受主人嘅快樂啦。攞咗2,000嘅僕人又上前講：主人，你俾咗我2,000，我又賺多咗2,000。主人話：好啊，你呢個又好又忠心嘅僕人，我都要交更多嘅事俾你管理，入嚟一齊享受主人嘅快樂啦。攞咗1,000嘅僕人講：主人，我知道你係個好嚴嘅人，冇種嘅地方都要收割，冇散嘅地方都要聚埋，所以我驚，就將你嗰1,000埋喺地下。你睇，你嘅銀子喺度。主人發怒講：你呢個又惡又懶嘅僕人，既然你知道我係咁，你就應該將我啲銀子存喺錢莊，等我返嚟嘅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攞返。而家將佢嗰1,000奪過嚟，俾咗嗰個已經有1萬嘅，因為凡係有嘅，仲要加俾佢，令佢更加有餘；但係冇嘅，連佢所有嘅都要奪走。至於呢個冇用嘅僕人，就丟咗佢去外面嘅黑暗嗰度，喺嗰度一定會哀哭切齒。逾越節嚟到，門徒問耶穌：要喺邊度預備啊？耶穌話：你哋入城去，遇見個拎水罐嘅人，就跟住佢走。嗰個人會帶你哋去一間樓上大房，已經佈置好，你哋就喺嗰度預備逾越節嘅筵席。彼得同約翰照耶穌講嘅去做，入城揾到嗰個人，並預備好筵席。夜晚，耶穌同12個門徒坐低食逾越節晚餐。食飯嘅時候，耶穌企起身為門徒洗腳，教導佢哋：你哋都要互相洗腳，好似我為你哋做嘅咁。彼得話：主，你千祈唔好洗我嘅腳。耶穌話：如果唔洗你嘅腳，你就同我冇關係。彼得話：主，咁請你洗埋我嘅頭同手啦。耶穌話：你哋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。門徒好憂愁，一個個問：主，係我嗎？耶穌話：同我一齊蘸手喺盤子裏嘅嗰個就係佢。佢蘸咗餅遞俾猶大話：你所做嘅，快啲做啦。之後猶大接咗嗰塊餅，就即刻出去。嗰時已經係夜晚。佢哋食嘅時候，耶穌拎起餅嚟，祝謝咗，掰開遞俾門徒話：你哋拎住食，呢個係我嘅身體。又拎起杯嚟，祝謝，遞俾佢哋話：你哋都飲，呢個係我立約嘅血，為好多人流出嚟，洗罪得赦。佢哋唱詩，行出嚟，行去橄欖山。耶穌同門徒嚟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。耶穌對門徒講：你哋坐喺度，等我去嗰邊禱告。耶穌帶埋彼得同西庇太嘅2個仔一齊去，就憂愁起嚟，好難過。耶穌對佢哋講：我心裏好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哋留喺度，同我一齊警醒。耶穌向前行，俯伏喺地上禱告講：我父啊，如果可以，求你叫呢個杯離開我，不過唔好照我嘅意思，只要照你嘅意思。佢嘅汗珠好似大血點滴喺地上。耶穌翻轉頭見門徒瞓住咗，就對彼得講：點解你哋唔能夠同我警醒一陣？你哋要時常警醒禱告，免得陷入迷惑。
你哋心靈雖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。耶穌第二次又去禱告講：我父啊，呢個杯如果唔能夠離開我，一定要我飲，就願你嘅旨意成全。耶穌又返嚟，見佢哋瞓住咗，因為佢哋好眼瞓，佢哋都唔知點樣回答。耶穌又離開佢哋，第三次去禱告，講嘅話同之前一樣。耶穌返嚟對門徒講：而家你哋仲瞓，仲休息啊？時候到咗，人只要被出賣去罪人手裏。起來，我們走啦，睇下嗰個買我嘅人就快到。耶穌講完話，同門徒過汲淪溪，入咗個園。猶大帶埋兵丁同差役，拎住燈籠火把同兵器嚟咗。佢上前錫耶穌，話：拉比，呢個就係捉拿耶穌嘅暗號。耶穌話：你哋揾邊個？佢哋答：拿撒勒人耶穌。耶穌話：我就係。佢哋就向後跌低。彼得拔刀斬落去，斬宰大祭司僕人馬勒古嘅右耳。耶穌摸佢隻耳，話：由得佢哋啦，就將佢醫好咗。耶穌對佢哋話：你哋好似捉強盜咁，拎刀同棒出嚟捉我啊！我日日喺殿裏同你哋一齊，你哋唔落手。而家係你哋嘅時候，黑暗掌咗權。門徒都離開耶穌逃走，但呢件事成就，為要成就經上嘅說話。佢哋先將耶穌帶到亞那面前，因為亞那是當年大祭司該亞法嘅岳父。西門彼得跟住耶穌，仲有一個門徒，嗰個門徒係大祭司認識嘅，就同耶穌一齊入咗大祭司嘅院子。僕人同差役因為天氣凍，就生咗炭火，企喺度烤火。彼得都同佢哋一齊企住烤火。嗰個看門嘅使女對彼得講：你唔係都係呢個人嘅門徒咩？佢話：我唔係。大祭司就問耶穌關於佢嘅門徒同佢嘅教訓。耶穌回答：我從來係明明地對世人講話。耶穌講完呢句，旁邊企住嘅一個差役就用手掌打佢，講：你咁樣答大祭司啊？亞那就將耶穌解去大祭司該亞法嗰度，仍然捆住解去。西門彼得啱啱企住烤火，有人對佢講：你唔係都係佢嘅門徒咩？彼得就唔承認，講：我唔係。大祭司有一個僕人，就係俾彼得割耳朵嗰個人嘅親屬，講：我唔係喺園子度見過你同佢一齊咩？彼得又唔承認。彼得仲喺度講嘢嘅時候，雞就叫咗。彼得想起耶穌講過嘅話：雞叫之前，你要3次唔認我。佢就出去痛哭。祭司長同全公會揾假見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佢，但始終揾唔到實據。大祭司問耶穌：你係唔係神嘅兒子基督啊？耶穌話：我係。佢哋就講：佢該死。佢哋就向佢臉上吐唾沫，用拳頭打佢，又用手掌打佢，講：基督啊，你係先知，話俾我哋知打你嘅係邊個。天光咗，民間嘅長老、祭司長同文士將耶穌帶到公會入面。佢哋講：你係唔係神嘅兒子啊？耶穌話：你哋講得啱。佢哋講：仲使乜再用見證呢？我哋都親耳聽到咗。佢哋商議定咗，就將耶穌綁咗，解去，交俾巡撫比拉多。猶大見到耶穌被定罪，好後悔，佢將30塊銀錢丟喺聖殿裏，就出咗去吊頸。早晨，祭司長同長老將耶穌綁起，交俾巡撫比拉多。比拉多問耶穌：你係猶太人嘅王咩？耶穌答：你講得啱。祭司長控告耶穌好多事，但耶穌乜都唔答。比拉多覺得好奇怪。比拉多3次講：我查唔出呢個人有乜罪，但群眾越嚟越吵鬧。比拉多知耶穌係加利利人，就將佢送去希律嗰度。希律問咗好多話，但耶穌一句都唔答。希律同士兵戲弄耶穌，俾佢穿上華麗嘅衫，就將佢送返比拉多嗰度。比拉多講：照規矩，我可以釋放一個囚犯，你哋想我釋放邊個？係巴拉巴定係耶穌？群眾大叫：除掉耶穌，釋放巴拉巴。比拉多問：點解？佢做咗乜惡事？佢哋更大聲叫：釘十字架。比拉多想叫眾人開心，就釋放巴拉巴，將耶穌鞭打，交俾人釘十字架。士兵將耶穌帶入衙門，叫齊全營嘅兵。
佢哋俾耶穌大荊棘冠冕，穿紫袍，跪低講：恭喜猶太人嘅王！又打佢，向佢面吐口水，戲弄佢。戲弄完咗，佢哋脫去袍子，俾耶穌穿上自己嘅衫，帶佢出去，要釘十字架。士兵帶耶穌去釘十字架，耶穌背住沉重嘅十字架行路，好辛苦。路上有個古利奈人西門經過，士兵捉住佢，逼佢幫耶穌背十字架。好多婦女跟住喊，耶穌轉身對佢哋講：唔好為我喊，要為自己同你哋嘅仔女喊。佢哋嚟到一個叫各各他嘅地方，士兵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，又釘咗兩個強盜。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佢講：父啊，赦免佢哋，因為佢哋唔知自己做緊乜。士兵抽籤分耶穌嘅衫，佢哋坐喺十字架下面睇住。耶穌嘅媽媽瑪利亞同約翰企喺旁邊。耶穌對媽媽講：睇下你嘅仔，又對約翰講：睇下你嘅媽媽。兩個強盜都被釘喺十字架上，一個鬧耶穌，另一個講：我哋係應該嘅，但呢個人冇做過錯事。由中午到下午3點，四圍都黑晒。耶穌大聲喊：我嘅神，我嘅神，點解離棄我？耶穌又大聲講：成了，就斷咗氣，佢將靈魂交俾父神。忽然聖殿嘅幔子由上到下裂開，大地震動，石頭爆裂。百夫長見到呢啲事，就講：呢個真係神嘅仔。婦女們遠遠望住，好傷心。耶穌死咗之後，亞利馬太嘅約瑟好有勇氣咁去見比拉多，求耶穌嘅身體。約瑟同尼哥德姆一齊將耶穌嘅身體取落嚟，佢哋用細麻布同香料裹好耶穌嘅身體，放喺一個新墳墓入面。佢哋推咗塊大石頭到墓門口就走咗。婦女們坐喺對面望住。祭司長同法利賽人去見比拉多，講：求你落命令封實個墳墓啦。比拉多准佢哋去，佢哋就將石頭封得嚴嚴實實，又派兵去守住。安息日過咗之後嘅第一日清早，婦女們帶住香料嚟到墳墓。忽然間地震得好勁，一位天使將塊石頭滾開，坐喺上面。天使對婦女講：唔使驚，我知你哋係揾嗰位被釘十字架嘅耶穌。佢唔喺度，正如佢之前講過，佢已經復活咗。你哋嚟睇下安放主嘅地方啦。婦女們又驚又開心，飛快跑返去同門徒講。忽然耶穌向佢哋顯現講：平安。婦女們就上前攬住佢，雙腳拜佢。抹大拉嘅瑪利亞喊緊嘅時候，耶穌企喺佢後面，講：瑪利亞。瑪利亞認出係耶穌就講：拉波尼。耶穌同佢講：唔好拉住我。嗰日有兩個門徒行緊路，耶穌行近佢哋，同佢哋解釋聖經。當晚耶穌嚟到企喺門徒中間，對佢哋講：願你哋平安。多馬最初唔信，後來耶穌叫佢摸釘痕，多馬就講：我嘅主，我嘅上帝。耶穌喺加利利山上向門徒顯現，同佢哋講話。耶穌講：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賜咗俾我。耶穌吩咐佢哋，所以你哋要去，使萬民做我嘅門徒。之後佢就被接升天。門徒們好開心，常喺殿裏讚美神。耶穌已經復活，佢同我哋一齊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